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廣告放喺 Google 全球最大嘅搜尋器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用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互聯網喺每1分鐘裏邊嗰個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我哋點可以早着先機，讓你個海外客戶透過關鍵詞找到你？ Google 同 YouTube 呢2個搜尋器帶嚟300幾萬個訪問，我哋點樣去運用呢？我哋試一個關鍵詞 Waterly Heat Pass， 全球排名第一嘅係 Google Pass Waterly Heat Pass， 係我哋其中一個關聯產品。我哋霸佔咗呢個位置足足4年。喺下面 Google 為我哋冠名排位2個簡易搜尋，呢2個簡易搜尋為我哋帶嚟3萬幾個外聯，讓我哋喺 Google 呢個關鍵字排位裏邊節節領先，亦讓行業裏邊嘅朋友對我哋個品牌加深認識。我哋再翻去 Google Video 嘅頁面睇下，喺10個關聯鏈接裏邊，我哋霸佔咗8個。我哋翻多2頁睇下，情況都係一樣。第3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4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5頁情況都係一樣。我哋以不同嘅形式拍攝視頻，將我哋個設備、個應用、個結構好透徹，俾我哋海外客戶任何時間都可以睇得到，讓佢更了解我哋嘅產品，更了解我哋嘅設備。喺呢度說明，大部分喺海外嘅朋友，佢要了解呢個行業呢台印花機，大部分都係觀賞由我哋提供嘅視頻，從而喺呢個過程裏邊，令到我哋喺行業裏邊個排位節節領先。只要我哋用心將我哋個設備搞好，我哋唔擔心個業務問題，我哋無需要參加展覽會，亦無需要浪費時間喺 B2B 裏邊。只要我哋將 video marketing 呢個工作做好，我哋確確實實冇什麼擔心。因為視頻係一個好展示你嘅產品嘅應用、個能力、個效果嘅一個媒體。喺現今嘅世界，我哋喺一個互聯網時代，確確實實冇邊個朋友可以離開佢。既然互聯網光纖科技嘅發展令到我哋有咁大個空間，我哋就要好好去利用，拍攝多一些視頻放上嚟 YouTube 呢個平台，增加你個排位，加強你嘅知名度，作為一個 brand promotion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，喺香港工業總會培訓中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。同時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免費嘅視頻平台。呢個視頻平台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，讓你嘅廣告視頻直接喺你個觀眾喺你嘅消費群裏邊展示。觀眾亦無需要下載任何 Apps， 利用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、你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多謝大家。